樹3000歲，問下牧民回不去。如已被掃清，如葉也在這裏陪伴古蹟去散步，湖上偶遇湖水。誰的剪影會掩蓋我歸屬我情緒裏？如平常生活少不免暫時沉下去，前事要突襲我都並沒抗拒，無論怎擺脫往事也暫託在我的身軀。是日不管走得多遠也向我揮手，怎麼去拒絕俘虜我的這種無形之手？逃走，我愛過忘掉幾多，始終心口驟雨般親吻我，驟然懷念我。餐廳、公園、戲院，每處給族人填滿過，還殘留感動的空氣，突然懷着我回味。我這絕與否，亦沒法懂。難道分開趁快忘記，便會令我瀟灑得多？走得多遠也向我揮手，怎麼去放開俘虜我的這種無形之手？逃走，我愛過忘掉幾多，始終心口預想的歡送了別來，無恙卻戰鬥。別問我這是疫症還會發作多？想每個關係更感確診，可否將思憶的苦澀能成為享受？即使旅客觀光過惠州，旅館為全